Good morning, class. Good morning, teacher。請坐。今日我會講一個好 hit 嘅新聞，但係你哋又未聽過嘅，咁就唔叫 hit 啦。喂，邊位啊？咩啊？打錯啊！有冇搞錯啊？真係黑仔啊！嗱，手冊喺度，要記就記啊。咦？點解冇晒位記嘢嘅？冇位記咪唔好記咯。嗱聲講嗰單新聞啦。新聞就係、倫敦2016年會發生大停電，因為冇電用。哇！咁大件事，做咩啊？突然間黑晒嘅？依家熄燈睇 PowerPoint，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停電嘅話，燈又冇，電腦又冇得用，教育、社會、經濟各方面大受打擊，都唔知倫敦點算。叫中國賣啲可燃冰俾英國政府咯。倫敦停電，即係倫敦冇電，即係內需過剩，供不應求，咁就電費貴啲。英國一係就加多啲發電廠，一係向外國買電咯。你嘅意思即係賣啲啱啱響中國南海海底掘到嗰啲可燃冰俾英國 ？Yes， 乘機掠佢一筆啊！梗係唔得啦！英國買電點會向中國買啫？買都係向隔籬嗰個法國買啦。咁又係，你都幾醒我傾斜。好啦，頭先嗰位同學講開可燃冰，依家等我介紹一下可燃冰。可燃冰嘅英文係 living graphite， 中文術語係汽水。咦？點解係汽水嘅？係甲烷汽水包合物啊，又叫做甲烷水合物。而甲烷就係天然氣嘅主要成分。當天然氣溶咗香水，跟住喺高壓下變成固體，就好似類似冰咁嘅嘢。相信各位同學都知道，用天然氣發電係好環保噶啦。其實就係因為天然氣主要係由甲烷組成，而甲烷就係響各種原分子之中碳數最少嘅一個，所以當燃燒佢嚟發電嘅時候，所釋出嘅污染係超少、勁少同埋爆少嘅。相同道理，可燃冰係天然氣同埋水嘅化合物嘅固體，所以用佢嚟發電嘅時候，所製造嘅污染都係超低、勁低同埋爆低嘅。跟住，繼續。咁呢就點啊？來講啦。剛才嗰位同學都講得好清楚啦，不如等我總結一下啦。其實倫敦2016年會發生大停電，原因就係英國政府想徹底改變發電嘅模式，將會喺2015年關閉9個燃煤燃油嘅發電站同埋4個核電站，而利用風能嚟發電所提供嘅能源又係非常之細，唔能夠有足夠嘅供應。專家相信喺未來8年，家庭同商業用電嘅消耗將會大大超過本地所供應嘅1600萬戶家庭將會受到影響。你有幾醒我傾上？嗱，你唔好再咁樣話我啦吓，第二次啦吓，人係有尊嚴嘅，你有呢個尊嚴冇咩？有，幾時啊？頭先都冇，你唔好再扮嘢啦，唔好再講啦，即刻拖去車站。啊！耶！